布里亚特讲国语的呢，讲普通话呢，讲汉语、讲中文的呢。哦，原来是内蒙古哦。哦，内蒙古布里亚特，原来是内蒙古啊。那服装好像都汉化了。你看戴那个帽子，穿那个服装。布里亚特，蒙古人哦，内蒙古，但是他们会讲中文呢，会讲普通话呢。哦，那个体格都很壮哦。内蒙古不是独立的，外蒙古的，外蒙古独立的啦。好像民国10年，外蒙古就独立了。这个是内蒙古啊。